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4章。阿比亚转去伊个列祖遐，人甲伊安葬伫大卫城。伊个囝阿撒带接伊做王。阿撒在位个时，全国太平10年久。阿撒做上主，伊个上帝看做好，看做正直个事。伊废除外邦神明个坛甲山头坛，毁坏石条册阿舍拉女神个雕像，佮命令犹太人找求上主因列祖个上帝，遵趁伊个律法诫命。佮伫犹太逐个城废除山头坛甲香台。伫阿撒治理个时，犹太国得到太平。伊伫犹太起几若座坚固个城，因为国家太平。伫迄几年拢无战争，因为上主赐伊平安。伊对犹太人讲：咱着来强化遮个城，四围起墙甲城楼，安城门甲门窗。因为咱有找求上主，咱个上帝，即个土地还是咱个。咱有求叫上主，伊就赐咱四境平安。因就修造遮个城，事事拢顺利。阿撒个军兵举盾牌甲枪个犹大人有30万，举盾牌开弓个便雅悯人28万。因拢是强猛个勇士。古实王舍拉带军兵100万，战车300台，来攻击犹大。因来到玛利沙，阿撒出去迎战，双方伫玛利沙个西法山谷排阵。阿撒求叫上主，伊个上帝讲：上主啊，你会当帮助弱小个，嘛会当帮助强大个。上主，阮个上帝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因为阮倚靠你，佮奉你个名，要甲遐个强大个军队交战。上主，你是阮个上帝，毋通互人较赢你。上主就拍古实人，互因对阿撒甲犹太人个面前逃走。阿撒甲伊个军兵对入因，直到基拉尼。古实人死伤真侪，军力袂当阁复原，因为因互上主甲伊个军队完全拍败。犹太人得到真侪战利品。因阁攻打基拉尼周围个城，因为遐个城个人拢真惊上主。犹太个军队抢遐所有个城，因为城内财物真侪。因破坏精生个条，抢真侪羊甲骆驼，就倒去耶路撒冷。